是我的一切，洗净我罪，赐我新生命。主，你是我的一切，我愿全心跟随你，一生永不离开你。主，你是我的一切，洗净我罪，赐我新生命。主，你是我的一切，我愿全心跟随你，一生永不离开你。主爱有多高，慈爱高过诸天，怜悯有多深，深广无限啊，恩典有多宽，宽阔超乎海洋。我愿全心跟随你，一生永不离开你。大家平安，今天我们要来读的是约翰一书5章1到12节，主题是胜过世界的爱。在开始之前，我们先来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上帝，谢谢你每天都透过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，让我们从你的话语中得着力量，生命得着修剪，也祈求你让我们在读经的过程中更多的明白上帝的旨意，以基督的心为心，成为有影响力的人。以上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约翰一书5章第1节，凡信耶稣是基督的，都是上帝的儿女。如果我们爱一个做父亲的，也一定爱他的儿女。由于我们爱上帝，并遵守他的命令，我们就知道我们爱他的儿女。遵守上帝的命令就是爱上帝，他的命令并不难于遵守，因为上帝的每一个儿女都能够胜过世界。使我们胜过世界的是我们的信心。谁能够胜过世界呢？只有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的人才能胜过世界。耶稣基督到世上是借着洗礼的水和牺牲的血，不仅仅用水，而是用水和血。圣灵也亲自见证这是真实的，因为圣灵就是真理。圣灵、水和血三者都作证，而三者都一致。既然我们接受人的见证，上帝的见证当然更有效力，而这见证是上帝为他儿子所做的。所以谁信上帝的儿子，谁心里就有这见证。谁不信上帝，就是把上帝当作撒谎的，因为他不信上帝曾经为他的儿子做见证。这见证就是上帝赐给我们永恒的生命，而这生命的源头是他的儿子。谁有上帝的儿子，谁就有这生命。谁没有上帝的儿子，谁就没有这生命。今天我们透过约翰的书信了解到，纵使这个世界有许多不属乎神的价值观，但只要我们成为神的儿女，我们就能够有足够的信心、足够的判断力，走在真理的道路上，不被这个世界错谬的言论左右。上帝差派他的宝贝爱子耶稣基督到这个世界上，担当我们的罪，替我们钉在十字架上。如今我们只要透过洗礼，并且口里相信，心里承认，就能与过去的罪隔绝。这是上帝何等伟大的爱，这是何等宝贵的恩典。因此成为神的儿女的我们，要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信心，我们就能胜过这个世界。那么要如何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信心呢？我想那是需要操练的。我们要遵守上帝的诫命，因为这是上帝在保护我们不被世界诱惑。现今的社会充满了许多假先知、金钱、权力、谎言、情色的诱惑，在我们的信仰根基很薄弱时，这些更容易无孔不入地侵入我们的生活中。
因此遵守上帝的诫命对我们是一种保护。而教会生活、小组生活、服侍生活也是让我们在爱中彼此提醒。再来，我们需要时常读经，因为神的话语充满智慧，在我们遇到生活上的困难挑战时，这些话语会带给我们力量和帮助。而我们更要时常的祷告，因为祷告会使我们一次次和上帝更亲近。当上帝应允我们的祷告时，我们的信心也会大增。而我们更要时常的为他人祷告，因为上帝喜悦我们爱人如己。当我们所做的事上帝都喜悦时，我们和上帝的关系也更亲密。而当我们有足够从上帝而来的信心时，我们就能有胜过这个世界的爱。最后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上帝，谢谢你差派了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，替我们担当了许多罪，也祈求你一次次的操练我们的信心，让我们胜过这个世界不属乎神的一切，让我们在爱中彼此建造，彼此扶持，活出基督的样式，而荣耀你的名。以上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主，你是我的一切，洗净我罪，赐我新生命。主，你是我的一切，我愿全心跟随你，一生永不离开你。主爱有多高，慈爱高过诸天，怜悯有多深，神光无限量，恩典有多宽，宽阔长呼海洋。我愿全心跟随你，一生永不离开你。主爱有多高，慈爱高过诸天，怜悯有多深，神光无限量，恩典有多宽，宽阔超乎海洋。我愿全心跟随你，一生永不离开你。主爱有多高，慈爱高过诸天，